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佩洛西访台再次表示，如果美方挑战中方底线，必将遭到坚决反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完全由美方承担。在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被问到，如果佩洛西众议院议长访台的话，中方是否认为中美高层对话的氛围不复存在？有报道称，赵立坚不断翻找桌上的参考答案，找了1分钟才做出上述回复。被称为世界级工厂的广汽菲克长沙工厂内部员工表示，从今年传统新年后，工厂就基本停产，目前该厂杂草丛生。广汽菲克宣布从合资模式中脱身，退出中国市场。7月18日，广汽菲克的历史被定格。广汽集团和 Siemens 先后宣布，由于广汽菲克近几年持续亏损，且今年2月以来一直无法恢复正常生产营业，两家公司在协商后决定停止合作。成立12年的广汽菲克被划下终止符。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萨达尔·加帕洛夫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中心发表声明称，加帕洛夫与来吉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就进一步发展集中战略伙伴关系、保障全球和地区安全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加帕洛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将中国视为其在对外经济关系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说，美国总统拜登在解除隔离的3天后，于星期六再次对新冠检测呈阳性，是抗病毒药物治疗后的一个罕见的反弹病例。根据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规定，拜登将重新隔离至少5天。由于洪水影响了伊朗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德黑兰省，造成死亡的人数达到61人。国家预测和危机管理中心宣布，大雨将持续到周一。麦加天房推慢了完成1年1度的更换。据报道，与往年一样，净寺和先知事务总局今年更换了天房的追慢。